虽然讲科技当进步咧，不过你所在嘅世界，让所有嘅人类喺你创条面临各种嘅危机，但係你強下來關心。就呢禮拜，你強下來看，危機重重 ，Oh my word！ 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熊毅輝，歡迎收看呢個禮拜時間圖。了咗禮拜為大家紹介來到現場嘅世界來賓，提醒同我做出片嘅高立成。大家好，來，牛國少。大家好，提醒高東。大家好，請問眼你看到從台灣。大家好，來，謝謝四位，請看題加題圖，也是往南出發。我們前進 South Africa 南非，看乜嘅從相片開始了解，這是哪裡？你們知道一個地方叫 Cape Town 開普敦，在這條河你們看到什麼？看到一個類似漁夫的人在舀水，就是河的兩邊都有一些白白的東西，像是垃圾的。依你們對河的認識，這條河算乾淨嗎？我覺得不算。來，請 News Dog 出題。記因為 Day Zero 做一件事情 ，Day Zero 係乜嘅咧？第一，冇唔好生日；第二，冇水好用熱；第三，冇天生日。Day 是什麼意思？天，日子，天。Zero 是什麼意思？零。數字，所以 Day Zero 就什麼東西歸零的這一天。請出示答案。3、3、3。就是前面兩個可能都是因為垃圾造成的。嗯哼，垃圾讓魚死了。垃圾為什麼會造成沒有水？水就是不是沒有水，就是水變得不能喝的那種感覺。哦，被污染太髒了。對。就是這麼偏僻的地方，他們可能只靠着這條河來生活，去打撈裡面的魚或者什麼之類的。那他在做這件事，那你現在告訴我們，他在做這件事情那個動作在做什麼？撈垃圾啊。哦，撈垃圾啊！我問大家一個問題哦，你們有用桶子撈過東西嗎？你用桶子去撈水裡的東西，假設是水裡的垃圾好了，其實你撈到的是水多還是垃圾多？水多。所以用桶子撈垃圾是一個很聰明的做法。如果你要撈垃圾沖頭，你會用什麼容器、什麼裝置撈？網子。想一想，來，你的答案是什麼？我給你那麼大的提示，你原本想的是什麼？3，還是想3？理由是？其實因為我一開始沒有很確定，但是最懷疑的就是3。如果我今天他們3個位置，我也會舉3。好，所以你們這組有一致的答案了嗎？請出示答案。解答是，請準備接受你們的特別體驗。來，全軍覆沒，牌子收起來。Day Zero 講的是無水可用日，為什麼呢？我們看下一張照片，猜猜看這什麼地方？那一條河。不是，很接近，跟那條河有關係。這是水庫的正中央，變成怎麼樣？完全乾掉了。然後這就是開普敦，他們在部分地區已經開始限水了。那家裡沒有自來水可用怎麼辦？只好透過市政府，比方說他會告訴你，哦，哪邊會有這個消防水車，或者是有一些地方有這樣的設施輸水管線，你可以自己帶容器來裝水。OK， 好，那很遺憾，第一題沒有人答對，接下來繼續加油，我們請先換位置。好，聽二隻題目 ，and 先看對哪隻國家。我們很常講到的，在我們隔壁的 Japan， 日本考乜嘅？從相片的了解。哦，有人看到就哦，這是哪裡？家中吧，我是某種實驗室。按特別的見方，問題係乜嘅？
请问一个建房嘅设计係為到乜嘅災難來抗命用嘅呢？第一，傳染病。第二，黑仔，嘣嘣嘣。第三，做太水，哗啦啦啦啦啦啦。我想很多线索，不要忘了这是在哪一个国家？日本。日本有没有传染病？最近很流行的是什么？冲绳爆发什么？麻疹。对，日本有传染病麻疹。日本有没有核灾？有啊。311福岛。日本有没有洪水？有啊，也是311造成。好，请摆上你们的答案牌。高丽菜2，从头2。它后面有很多就像水管的东西。如果有水管的话，洪水应该就不可能。洪水可能会流到水管里，然后那好像有些机关如果一打开的话，水可能就会流下来。首先他戴那个头盔，就是很像为了防止某种物质进入，就是入侵他的那个脑袋子之类的。你讲入侵脑袋，我听起来像异形，入侵到他的体内。入侵到体内的。OK。所以可能是传染病或是核灾。他们要躲避的灾难，感觉从家具上面看起来感觉时间比较久，像是后面我看到有一个白色，感觉有点像是烘碗机之类的东西。哇，灾难来了还要烘碗。亲爱的，来自日本的玉子烧，玉子烧不是日本来的食物吗？我看它就是整个房间的设计会有云，然后还有那些景物。我觉得核灾，因为有一次小欧路过的那个日本福岛那个311，全部就是不能进去那个地方，被迫离开家园。对，那我想可能就是为了那个地方的景色制作的。哦，有可能是先把我们生活环境美丽的风景记录下来，万一我们没有办法回去那里的时候，我们至少可以透过照片、透过风景来怀念自己的家乡。还不来哦？来，4个时候请插牌。當日子大家的答案都係2，係咪正確嘅？要請 New Stock。解答是第2題，大家好，牌子放下来。来，我们看下一张照片。来，有没有看到？它是一个核灾的避难室。如果是你来设计这样的房间，你会有什么布置，或是你会用什么图案？我会把它布置的，就是跟核灾很相反的东西，就是例如说温馨一点。我是选择把它改变成那日本的那个比较美的风景。如果那个核灾发生的话，你什么都出不去了，至少还能看到一些风景。OK， 所以这里面其实像日本嘛，就你们对日本的认识，像哪里？夏威夷。到底你阿只核灾避難室叫樣本使用，我做乜個會上到安樣？你就請 New Stock 嚟解說。當然，歡迎來到核災避難所，也是一間避難所設計公司嘅全新嘅作品哦。啊哈，有了台，原來避難所喺天內下。冇唔錯，叫一套防火又抗泡嘅大門。但將門關緊，避難所就會留腦背完全隔開來的。這裡的牆壁，怎麼給二八都像夏威夷的海島啊？因為佢哋希望使用者嘅空命嘅時間，切莫你入邊有一種人的天堂嘅感覺啊！哎，這真的很酷哎！咦，一啥伫咧做嘛？冇，佢就係一間避難所公司嘅執行長 CEO， 佢一下啲食飯用樹油發電機來發電啊！一邊還準備咧防輻射嘅空氣淨化器，入邊嘅噴塗有30公分，不管係核彈、吐氣都唔會受到影響，當安全哦。雖然一地盤嘅狀況當貼片，我腦部看起來就像一般嘅屋嘅共用哦。
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——第二摆世界大战，总共打了6年。欧洲战场、老太平洋战场都相当强调。我战争总係會結束，有人歡喜，有人笑。呢個看起來當手裏嘅阿巴公係德國嘅統帥威廉凱提尼，代表德國參加投降書，結束第二擺世界大戰嘅歐洲戰場。德國輸得了，唔歡喜。你看，我順條法國人笑到幾條，因為德國投降，不過唔是高冷，德國相機。和平的日子總算到嘞！法國大人，食材有了手，耶！重建賽道太平洋戰場，日本到美國就要被打到當機列。不過德國投降之後，國家時間年，日本打唔下去，也聽人投降。日本天方用廣播讓國民黨戰敗嘅消息，大家看到來到面前，叫到當乾哭。日本輸得了，唔歡喜。還唔想面對。喲吼！亞洲戰，太平洋南一片的美國，為咗係慶祝打仗日本，就紐約嘅 Times Square 一排宣派演唱。亞洲是民間結束嘅經典小別，或者是名之寂寞。噓，走了，別走啊！第3隻題目，先看係對哪家國家開始？哎呦，這次不是一個國家 ，Antarctic 南極洲，南極東翻嘛，了解。要看的地方在這邊，丹尼森角。這個角上有什麼呢？我們先看照片。哇哦，他的臉上很自然地露出笑容。可愛哦。很可愛啊！我給你們一個數據，在南極的阿德利企鵝，看我這邊哦，從16萬變成1萬，急劇的減少，因為冰山。那為什麼呢？我們從題目來看。讓嘅飄來嘅冰山，我本企鵝大量死亡咧。第一，食唔到有事；第二，海水上升，會淹死；第三，風唔擦衫，夾死啊！你搖頭什麼意思？沒有，我在想。覺得題目出得很難？不是，覺得題目出得很爛？不是，出得太好了。3位請作答。1、2、2，來。沒答，我還沒猜。好，你還沒猜，給你機會。為什麼？因為我記得企鵝是會游泳的。嗯哼。我覺得應該是不會被淹死吧。是。來，高麗菜，只有你是2了。因為我覺得我是先排除3，因為我覺得他們應該沒有這麼笨啊，吃不到魚被餓死。因為我有點疑惑，就是為什麼就是飄來的冰山會讓他們吃不到魚？因為就是冰山飄上去，然後就是因為冰山會擋住下面的那個海水，然後就擋住他們狩獵的那個範圍，所以就會餓死。答題手，你自己選，你是選多少？1，因為企鵝沒有那麼笨，就會被夾死。然後企鵝也會游泳，所以就不會淹死，所以就只剩1。OK， 所以智囊團要給我們今天答題手一致的答案嗎？來，請作答。好，第3道題目解答是，來，自己掌聲鼓勵。來，很棒哦，3題答對2題。我跟大家解釋一下，剛才是高麗菜問的嗎？就是冰山飄過來，為什麼會造成它沒辦法吃到魚？
问题是，我们再看一张照片。现在它飘来的冰山面积超过200平方公里，你一定没有概念，200平方公里多大？我哪知道？就是台北市这么大。企鹅走路，你们看它脚那么小，它如果要跨过一个台北市，它要跨多久？所以那样的一块冰山，企鹅必须要绕过这么大的冰山，它才能找到跳到水里去吃鱼的地方。可见它要多久不吃东西？也难怪会在过程当中损失这么多。那实际的状况，我们请 Newstalk 来介绍。哦，来，分享今本日嘅主角。爱迪，也是阿德利企鹅。系啊，阿德利企鹅，其身高差唔多係30到50公分，平均係4.5公斤，頭拿係藍綠色，嘴係烏色嘅，木竹唇還有一片泡泡嘅哦。佢嘅面啊，比其他嘅企鵝都還要長。當年12月，咪就係南極龜年青少年嘅季節，佢哋就會開始抱卵，抱卵攞青色嘅指引，都係兩片野外林地附近，一撒係青色，另外一撒就會留下來抱卵，韓國乜嘅東西都冇事咯。係講愛去青東西是個企鵝，因為本身太大咧，行到半路就要死咧。佢留下來抱卵嘅，咩會有時衝哦？迄個色彩搖到都唔掉咧，企鵝嘅野外可能就冇愛一粒卵咧。就算係抱出嚟細企鵝，細細嘅枝條，被行到有師傅嘅所在，也就係所有嘅細企鵝都可能會死掉。有學者講，係講太輕嘅冰山繼續影響佢條青東西色，阿德利企鵝都有可能喺20年以內就滅絕掉咧。人類造成地球暖化，沒想到連遠在南極的企鵝也變成受害者。这么可愛的阿德利企鵝，卻要面臨這麼可怕的危機，你們覺得跟我們有沒有關係？比如說開冷氣這件事情，就是會造成一些那個溫室效應，然後就會帶動地球暖化。但它就熱那麼久啊，怎麼能怪我開那麼久？我們可以開定時啊。我就熱醒了。就是記得出門呢，就是出去房間出門的時候關燈、關電器之類的。我贊同聰頭說的，就是為什麼我前面故意講說我們不可能不用冷氣，因為對我而言我做不到，但是實際上我們可以避免一些我們自己的失誤或疏忽，而浪費不必要的這些。最後一個題目，我們先看地圖。我叫摩希耶 ，India。你係乜解？水車。哦 ，What's this？ 雲的科技。很棒 ，Cloud Technology。雲的科技，跟你們講水車。記住這個畫面。請 Newstalk 出題。請問一台車係愛處理乜嘅危機呢？第一，人民交通；第二，空氣污染；第三，天氣污染。請出示答案。來，果凍，你往右看。因為我覺得就是暴動就是跟情緒有關係，然後如果水沖一沖就清醒了，就是降溫，讓他們情緒不要這麼激動。我覺得登革熱，如果你這樣沖水然後下去，通常不是說登革熱要就是處理積水，那你這樣沖了積水不就更多，所以不會處理，就是不會解決，不會得到解決。是製造問題的，很好的分析啊，這個角度就很好。因為我覺得空氣污染有時候說什麼現在空氣太糟，然後下雨會比較好。好像是，所以我覺得每次下雨後我就感覺空氣很清新。你原本就有答案了嗎？對。所以你一開始選的答案是？跟他們一樣2。
因为我觉得，就是它如果这样冲水的话，水珠就是跟那空气里面脏的物质结合，就是带走那个空气物质，然后降下来。哦，所以空气相对的就变得比较新鲜了。来，请出示答案。还没正经回到改善空气污染的问题，去同大家推水차。解答是。还不赖，你看4题答对3题。来，下一张照片，不是只有这个 Cloud Tech 公司，他们用他们的这种很大型的水车，这是哪里？你知道吗？消防车。对 ，Fire Service 消防队员，各种可以喷水的设施都拿出来。因为印度的空气非常的不好，它就跟中国一样，是一个开发中的国家，现在有很多的工厂，那就会有很多空气污染的问题。就像你们刚才解释，他希望水把空气中的这些，不管是悬浮微粒还是其他的肮脏的物质，可以带到地面上。问题是污染物就不见了吗？在哪里？地上会到哪里去？泥土里。泥土会到哪里去？人体就是食物，就是如果有种植，会到，然后采收，然后吃下去，就到我们身体里。那或许是重金属那些，那还有一些跟着水流到河里，河流到海里，污染的问题并没有解决。实际的做法，你看你就讲 New Stock 我进一步改善。吼，万内都茫茫，万个都看茫。也是2017年11月嘅某一日嘅新德里，滿有土嘅霧霾，就像愛斯提幾隻城市嘅樣誒，空氣污染嘅程度比1月是50幾年，還更嚴重呢。50個人，阿妹愛。印度當年的冬季嘅時節，因為風速降大，冇辦法有效改善污染粒子。加上農民少幹呢，工業污染，還個有交通嘅廢氣，本幾隻印度北部嘅空氣污染都嚴重。室外的呼吸速度係太人嘅兩倍，佢就會讓很較多嘅毒空氣吸入體內。韓國室外的腦、肺、免疫系統都還沒發育完全，呼吸系統全部會壞掉。哦，因為空氣污染太厲害咧，因為有差唔多4000件嘅學校是綜合學困，唔是上課呢。這種不用上學的原因，是在喊對你講。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的特别体验者入场。人形版的阿德利企鹅，哎，你好，请问你哪里来的呀？北极来的。北极来的企鹅啊，好特别哦！来，各位的节目地图可以看到4張危機，水源危機、核災危機，還有海平面變高的危機，因為暖化，那最尾看到空氣污染的危機。4個危機有沒有哪一個讓你特別有感，是你最害怕、最不想面對的危機？我覺得我最不想面對的是那個空氣污染的危機，因為所以就是光看照片就覺得那個實在很恐怖，看不到東西，然後走路都有點困難，然後吸到的東西也是不乾淨的，甚至會毀害生命。啊，雖然台灣現在沒變成這個樣子，但是我覺得還是要警惕一下。覺得最不舒服，因為空氣污染造成你困擾的經驗是什麼？就是感覺霧蒙蒙的，感覺看不到風景那種感覺。來自北極的企鵝，我跟他們一樣，也是連呼吸都要怕，很可怕。而你見唔到節目地圖吼，你4種污染，世界上當日節最驚嘅是空氣污染，也係因為其實空氣係喺世界當中。漏水差唔多，不過你冇水時間就下重疊啦，冇空氣時間，短幾分鐘前是冇人注意到咧。所以我哋天氣條件的你，係咪最小你最唔想面對嘅，又係窮氧係空氣污染。以上成個禮拜節目內容，非常感謝大家嘅收看。下個禮拜六晏晝7點半，記得準時收聽《社會十天譜》，拜拜。順便也要跟阿德利企鵝說拜拜了。來自北極的企鵝要回北極，哎呦！
不止一只哎！哇，第3只企鹅走得很棒哎！你有伴了，你现在要去哪里啊？要回北极了吗？你们要走到什么时候？